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4號。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是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靜老師。胡適果然給金融消費者給散戶來了3耳光之後，今天終於給了個棗，摸了摸頭，接着玩。周二 A 股三大指數集體上漲，上證指數收盤漲了 1.78%， 深圳成指漲 1.43%， 創業板指數漲 0.5%， 北證50漲 1.94%。都彈了一下，實際上昨天這個美股好像也彈了，今天好像亞洲股市都彈了。為什麼彈？反正大家都知道啊，這個背後反正跟特朗普都有關係，受特朗普影響。但是我一直說，這胡適的彈，它跟美股跟什麼亞洲股市不一樣，不要看到好像走勢是一樣的。我昨天節目就說了，這美股是吧？日韓的股票它保不齊，它還能回去，但是胡適就不一定了。胡適你得自求多福，你得指望這個佛祖保佑。能不能回去全看命。美股什麼亞太股市有可能被錯杀，有可能，那他给你挖了一個黄金坑。由于中東的局勢導致它下跌，但是等到中東波斯局勢恢復平靜之後，它也能回去，完全有可能。這就是跟胡適不一樣的地方，這就不一定了。胡適為什麼不一定？這裡面有兩個，一個這胡適他可能就回不去了，還有一個好一點的情況就是胡適他指數回去了，不好意思，指數回去了。但是絕大部分人那個賬戶是永遠也回不去了，這一點也有可能，甚至乾脆指數都回不去了。所以完全看天意，因為它不是個成熟的市場，不能拿美股、拿亞太股市那一套來分析胡適，就是這個意思啊。美股你在亞太股市、其他的國家股市那個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到了胡適都不好使。這就是為什麼全球最大的資管公司到了中國都得交學費，就這個道理。哪怕你在什麼非洲的股市能賺錢，但是你到了胡適，對不起，從頭學費也得交。所以說這些大家都懂的，大家都過去這麼多年都應該是有所耳聞。所以胡適它比較特殊，不要拿別的市場的經驗來胡適這兒實踐，那一定會挨揍。那你看今天胡適雖然反彈了，連着周四、周五、周一這3記大耳光子，那今天給個棗彈一下。我記得是連着幾天都是5000家下跌，300-400家上漲，今天正好反過來，今天是5136家上漲，329家這個下跌，正好給你補償一下，要不然真把逼急了，這散戶不玩了，跑了。所以還來個老鄉別跑，再來一局，重新開始，這回保證不耍賴，這回保證不抽老千。彈是彈了，但是今天的成交量已經說明問題了，今天的成交量只有2萬億，剛過，比昨天少了3000多億。大家也知道，我們一直說咱們這個胡適，如果成交量掉到2萬億以下，那就是說明交投非常清淡，大家都在觀望。但現在今天的成交量是20800億，也就是2萬億剛出頭，說明什麼？說明很多散戶就是裝死了，已經他也不願意加倉，他更不願意割肉。那今天我在網上看到社交媒體上好多叫什麼炒股寶媽炒股，打死不割肉，看你怎麼着。網上有很多這樣的帖子，很多這樣的視頻，還有很多這樣的炒股博主。在這個他們的理論是什麼意思？你不就想要這個帶血的籌碼嗎？你們這些主力就上下折騰，就想讓我把這個便宜的籌碼交出來割肉。主力吃飽了，等到散戶的下車了，他往上拉。我現在不动不賣，你怎麼打就是不賣。這種想法實際上是錯誤的。你放在10年前是可以的，勉強可以。10年前，因為那個時候退市的非常少，就是你那只股票就是垃圾股，連續2年虧損也不要緊，因為那時候是流行炒殼、炒重組，越垃圾股越妖，所以你不用擔心，真正退市的非常少。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一年200-300只退市的，你怎麼知道你死捏着不放的那個會不會退市？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即便你股票不退市，這個散戶很蠢着，非常傻，他以為他捏着筹碼就有用，他以為籌碼是稀缺的，這就是散戶的誤區，韭菜傻的地方。他不知道那個籌碼是可以無限發放的，你可以把它籌碼拿着不，自己拿着沒問題，自己拿着不交易，你就是不动。人家村裡面可以增發，如果 IPO 繼續控制，那人家可以增發，那籌碼這隨便發，你還真鎖倉是嗎？你以為你一鎖倉，散戶都鎖倉了，籌碼沒了，股票就要漲，你這是想多了，這正中人家下懷。人家大股東都不鎖筹碼，人家清倉是減持，如果籌碼再少，我可以再增發一點，如果增發還不夠，那趕緊開閘呀 IPO， 對不對？一年給你上個1000只股票，那籌碼多的是。所以說這些散戶啊就是蠢，被割是應該的，就認知決定了他的這個財富上限。他以為散戶團結起來把籌碼拿着不交，主力沒有籌碼，那就沒辦法。
所以說啊，从2024年開始，所謂的牛市，這個指數牛市，沙灘上建高樓，確實也忽悠不少進來。這些小白沒有受過毒打，這根本就不知道這是幹啥，就聽說這是賺錢，你拿個10萬來，明年就變成30萬。有人說那我拿100萬，我明年變成300萬，你看看上什麼班？失業也怕什麼？按揭貸款的有着落了，他完全不知道這個資本市場是什麼意思，他還以為自己手上的籌碼稀缺。所以說成交量只有2萬億，實際上就說明散戶已經失望了。他不加倉，他也不賣，很多人的就是叫觀望，割肉是不可能的。他這個時候他不想割肉，他以為還要談，但是加倉他也不敢。說你昨天3800點，我補點倉，這種人是少數人。所以你看，連續這幾天成交量都非常低，反映了這麼個心態，把籌碼交出來也不甘心，補吧也害怕。這個股市走勢後面怎麼走都有可能。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特朗普就喜歡周六搞事，周六美股一收盤，他趁機搞2件事情，等到這個周一的時候開盤之前，他再把這個事態緩和一下，這是特朗普的特點。所以說小心，說不定周五又來一個暴跌，因為大家都知道了，趕緊跑，先出來观望。正好周五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什麼82師都差不多到齊了，要吃席了，所以說這2天恐怕就是震盪，震一震。到了周五，咣當给你再來一下。我也看了一下這個股市，從4197點下來，也就10多天，10多個交易日，下的還是挺快的，算得上是暴跌10%。但是主流媒體輿論好像並沒有說要救市什麼的，除了劉繼鵬倒是喊要救市，好像沒有人在起哄說要救市。當然了，現在你說點位它也不低，對不对？4000點有什麼好救市的？說明什麼？這是我個人推測，我個人觀點，說明上面也發現了。辛辛苦苦的冒着風險，沙灘上建高樓，你把指數拉到4000點沒啥用，對什麼消費一點的幫助沒有。拉到4000點，胡鑫老師也只買了一打村山是吧？Polo衫，你說投入70萬，也不知道賺了多少錢呢？他只消費了幾件 Polo衫，你說怎麼可能靠股市拉動消費？那不就是個笑話嗎？胡鑫老師每天吃碗麵，今天漲了他就加個雞蛋，今天跌了他鸡蛋就去掉了。所以說有專家說把股指數拉到4000點，促進消費，讓這投資者口袋鼓了就消費，這就是胡說八道。這1年多來，這個消費是節節下跌，節節敗退，指數是在漲的，從3000點漲到4000點，但是消費，所以我覺得這上面可能也看明白了，你這玩意兒沒用，你把它拉到4000点，反而那些什麼投機的那些不劳而獲的這種思潮反而增加了。不利於社會發展，你搞了那麼多投機的，不想幹活的，想通過這個在股市裡面一買一賣就不用幹活了，就能財富自由了。你搞這麼多人有這個想法，這難道是好事嗎？所以說你看啊，從4200點跌到3800點，這中間沒有說什麼聲音說趕緊救市，這股市大好形勢不能讓它這個夭折了，這慢牛。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再觀察，這感覺是上面的態度應該對股市資本市場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大家記住了，你從3000多點幹到4200點，但是你沒有 IPO 沒發多少，也就是說對社會正向的作用不多，比不上上一任村長。我不是說现在这個村長不好，但是你要真正的從金融角度來說，你是比不上上一任村長。你發了多少股票，發那麼多股票，他為那麼多公司解決了什麼融資問題，雖然讓那些大股東賺得盆滿缽滿，財富自由了，但是你想他好像當時一天3家還是幾家 IPO 開閘，IPO 什麼大躍進，但是好歹他融了那麼多資金。你看現在這 IPO 是一共才多少家？這就是去年1年沒多少家。從這個融資角度來說，是比不上上一任村長的。那你對社會的貢獻就沒有上一任村長大，你只是讓這些賭徒高興了，實際上賭徒也不高興。這一年賭徒沒賺着錢，他們一樣的會罵娘。所以說你要這麼一看，這一任村長他恐怕只留下口碑，什麼口碑？他嚴厲嚴監管。他任上這1年2年罰款沒少罰，去年罰了400多億吧，這數字我記得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沒少罰錢。但問題是，你杜絕了嗎？你罰了這麼多，他越罰欺詐善事什麼財務造假的越多，醜惡現象越多，你說那你怎麼解釋？所以我現在斗膽這個推測，這一任村長他到時候功過啊，恐怕難說啊，恐怕也要對簿案開。所以我的觀點是什麼意思啊？我的觀點其實很簡單，你没必要去非要沙灘上建高樓，你非要把它拉在一個點位上。愛多少點，上一任村長就把它穩定在3000點，瘋狂的發股票。至於股市本身沒什麼好聊的，什麼這個板塊那個板塊，反正都是不同的故事，都是騙人的。
這裡我們再看一下高盛，他今天說啊，美國經濟衰退概率上調至30%，就認為美國有30%的可能要衰退，大概这意思啊。这高盛說，為什麼原因呢？他說受油氣價格飆升的影響，美國經濟在未來12個月陷入衰退的概率升至30%，較此前的預估高出5個百分點。能源價格衝擊、中東衝突引發的美國金融環境收緊，以及特朗普去年夏天通過的重大稅法效率減弱等多重因素影響，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哈哲斯已將其對年底失業率的基礎預測上調至 4.6%。高盛預計美聯儲將在9月和12月降息。該行還預計今年下半年美國 GDP 增速將低於趨勢水平，預測年化增長率將在 1.25% 至 1.75% 之間。高盛周一早些時候上調了其對今年油價預測，理由是途經霍爾木茲海峽能源供應受到長期干擾。高盛表示，該衝突將推高全球通脹率，並拖累全球 GDP 增幅下降 0.4個百分點。高盛認為，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這個衝突對美國影響不小，對世界影響也不小，並認為美國衰退的可能性提高了 5%，這個也值得關注。如果美國衰退，美國的股市不好，股市照現在看它也好不了。這裡面我們再聊一聊胡錫進老師。這胡錫進老師果然深受特朗普的傷害。胡錫進老師現在嚴格意義上說，他受到了特朗普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雙重打擊，晚上被特朗普蹂躪，早上又被伊斯蘭革命衛隊再揍一次，现在這麼個狀態。本來這個胡錫進老師還以為自己在岸上在隔岸觀火，在那鼓掌叫好。特朗普說，伊朗你要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我就炸你的電廠，從最大的那個開始。結果這伊朗說，你要炸我的電廠，我就炸以色列的電廠，我就炸中東的電廠，我把中東所有的海水淡化廠都炸一遍，都別過了。胡錫進老師鼓掌叫好，拍手稱快，又鼓氣，結果低頭一看，自己大腿在流血。這邊特朗普又說，我們跟伊朗達成一致了，現在正在談判，談得很好，對吧？好不容易胡錫進老師大腿上血止住了，結果那邊第二天伊斯蘭革命衛隊馬上說沒有，我們要打到底。結果胡錫進老師大腿上血又在呼呼冒。現在這麼個情況，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胡錫進老師昨天他發了個微博，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如今炒股首先不是跟量化鬥，跟鐮刀鬥，而是先得跟特朗普鬥。這是多麼痛的領悟。最近幾天我一直說的，這作為一個小散戶不容易，小散戶既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學前沿知識，最先进的美国硅谷稍有动向，我們這邊的股民是第一時間學習研究，生怕自己落後了。那龍蝦什麼玩意，很多人沒整明白，股民先知道了，很多股民還自己裝，請人去裝。那 DeepSeek 剛火的時候，很多人不知道那什麼玩意，但股民已經知道了，已經開始買課了，要學習了。地緣政治那更是如數家珍，什麼算力，什麼太陽能，什麼新能源，什麼刀片電池，什麼人造小太，這些東西有些科學家都不一定整得明白。科學家他可能在他自己的領域內，他知道的很多很深，但是除了他那個領域他都不知道，他沒有一個股民知道的多。說不好聽一點呢，白宮的幕僚在地緣政治這塊他不一定有股民搞得明白。就中國的散戶就這樣，但是你就這麼厲害有什麼用？你還得研究特朗普的精神狀態，對吧？你要根據特朗普的發言，還想找到蛛絲馬跡，也推測特朗普下步要幹什麼，你說多累吧？所以你看胡錫進老師發出來感慨啊，如今炒股首先不是跟量化鬥，跟鐮刀鬥，而是现在跟特朗普鬥。胡錫進老師他忘了，你還得跟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鬥。胡錫進老師發微博說，他說在恐怖倒計時還剩10個小時的時候，就是特朗普不說了給這個伊朗48個小時嗎？48小時之後就要炸你的電廠。胡錫進老師說，在恐怖倒計時還剩10多個小時的時候，特朗普突然發帖稱，過去2天美國和伊朗就徹底解決雙方在中東的敌對行動進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話。他已經指示暫停對伊朗發電廠和能源基礎設施的一切軍事打擊，為期5天。油價瞬間崩了，美股期指大漲，估計明天 A 股也將迎來猛烈反彈。這是胡錫進老師昨天晚上發的微博。胡錫進老師感慨，他說特朗普你把整個世界耍着玩。胡錫進老師首先想多了，是把股民，把這些密切關注資本市場的人耍着玩。
吃瓜群众還是影響還早着，但是有影響啊。吃瓜群众的影響就是你加油，油價涨了。昨天晚上胡锡进老師又发一个，他说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匿名的伊朗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与特朗普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沟通。他听说我們的目標是西亞的所有發電廠後就撤退了。不過胡锡進老師他也承認，他說不能完全排除特朗普剛才他發的帖是一種撤退的藝術方式，或者是他抬升美國股市的一個策略。他在這之後，比如明天又換一種說法，都是可能的。顯然胡锡進老師已經領略了特朗普的這個風格啊，叫不着調。轟炸伊朗電廠推遲了，這是關鍵。特朗普比伊朗先眨眼了，這是事實。他把戰爭往更深打，有很多壇壇罐罐，現在有點像光腳不怕穿鞋的。胡錫進老師對伊朗的通訊社的伊朗官方的新聞那是堅信不疑，照單全收。伊朗人說什麼就是什麼。但是這個事情的真相不是特朗普害怕了，是伊朗慫了，是吧？是伊朗在通過巴基斯坦跟美國人求饒。這個咱們上午的節目已經分析過了，根據各方面報道來看，是伊朗人通過巴基斯坦跟這個庫什納和維特科夫聯繫，這個更符合實際。所以特朗普給了5天期限，但是到胡錫進老師這兒，那就是特朗普害怕了，先眨眼了，感覺是特朗普求着伊朗人談判。所以說胡錫進老師這種心態很有意思。但後來他又發了一個更長的微博，他說眼看着伊朗不承認與美國談判，特朗普急了。他隨後對媒體說，他不確定伊朗媒體在談論什麼。最近的一次伊朗會談於昨晚舉行，伊朗迫切希望達成協議。特朗普還說與伊朗的協議可能在5天內達成，甚至更快。特朗普還表示，美方非常有意向與伊朗達成協議，美方與伊朗的討論非常激烈，他對能夠達成某些實質性成果抱有希望。特朗普還對媒體說，美國同伊朗進行了強有力的對話，以形成協議要點。美方與伊朗的誰進行談判的？面對 CNN 記者的連續追問，特朗普表示，他的特使維特科夫和庫什納參入了討論，但他對美國與伊朗的誰對話語言不詳，只強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領導人，但不是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我們還沒有收到穆杰塔的消息，偶爾會看到他發表聲明，但我們不知道他是否還活着。特朗普補充道。說實話，目前穆杰塔巴的這個狀況，特朗普掌握的信息和咱們 A 股的絕大部分散戶掌握的信息是一致的，也就是特朗普並不比咱們 A 股的散戶知道的更多。胡锡進說，他說以色列媒體補充了特朗普留下的這個懸念。據以色列媒體周一援引消息人士的報道，與美方進行談判的伊朗官員是議長卡利巴夫。另有以色列高級官員對媒體表示，本周晚些時候，伊朗和美國高級官員將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會談。以高級官員還稱，美國副總統萬斯有可能擔任美國高級代表。胡錫進老師說，他說到底誰說的是真的，特朗普還是伊朗方面？美國媒體報道了所謂的幕後消息，但他的消息源也是美國消息人士。該報道稱，過去2天，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國和伊朗之間傳遞信息。這3個國家的外長分別與白宮特使維特科夫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舉行了會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調解工作正在進行中，並取得了進展。討論的重點是結束戰爭和解決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希望很快能得到答復。胡錫進老師說，事實如何，人們不得而知。但老胡認為，特朗普在美國時間周一早晨股市開盤前宣布爆炸性的美伊談判消息，外界可以從中捕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什麼信息？這是胡錫進老師他認為，他說第一，特朗普看到了他周六發最後通牒給市場帶來的巨大壓力，油價周一繼續上漲，亞洲股市暴跌，最後通牒的實現時間為美東時間周一晚7點45左右。特朗普很清楚，如果在這之前沒有好消息出來，美股將再次暴跌，這對他的壓力非常大。第二，不管談判是真是假，你看這個就在胡錫進老師前一篇這個微博他還說了，他引用了伊朗這個通訊社的消息，談判是假的，伊朗人根本就不會談判。也過了不到1小時，胡錫進老師再發帖的時候就說，不管談判是真是假。所以說胡錫進老師他是基本他因為他是叫什麼逢美必反，
反美已經反成魔戰了。所以說他對這個事物的客觀描述或者叫什麼這個事態走向，他已經失去理智。他先是全面相信伊朗人說法，後來一看這以色列西方很多媒體說的有鼻子有眼的，又是巴基斯坦又是埃及的，所以他又相信了。所以这個時候他就說，不管談判是真是假，特朗普表現出與伊朗現政權談判解決所有遺留問題的意願。特朗普談判的意願從第一天開始就一直在。特朗普按下他的按鈕，對吧？特朗普用導彈把哈梅內伊送走的那一刻，特朗普都沒有放棄談判。不知道胡錫進老師能不能理解這一點？不放棄談判和在戰場上轟炸，用軍事手段達到目的，這個不矛盾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也不矛盾的。邊打邊談，邊談邊打，打打談談，時而打時而談，這不是常態嗎？所以胡錫進老師就是他裝糊塗，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達該意願。這是他最初提出的伊朗政權更迭目標有根本不同。這個胡錫進老師就是考慮的就欠妥了。伊朗接受談判，結局就是政權更迭。不知道胡錫進老師他理解不了這一點，就像這個委內瑞拉一樣。那你說委內瑞拉政權更迭了嗎？從表面上看他沒有更迭，還是那幫人。但實際上，所以說胡錫進老師反美已經反到失去理智，他沒法理解這一點。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它的立國的它的合法性，它的某種程度上就是反美。高舉反美大旗，一旦這個政權它不反美了，實際上它就是叫行屍走肉，它已經結束了。所以說胡錫進老師他認為特朗普對戰爭目標做了前所未有的下調，即使他心中曾有更高目標，他把一個更低的目標拋給了美國社會，這為他接下來退出戰爭開了一扇大門。我認為胡錫進老師對特朗普是充滿了偏見和誤判，油零濃縮，彈道導彈沒了，地區代理人不能再支持了，這3點要做到的話，那教士集團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都沒有合法性了。這就相當於把那個伊斯蘭共和國神棍政權的脊梁柱給抽掉了。胡錫進老師說第3點，他說原油價格上漲到$110左右，以及股市連續大跌，已經對特朗普形成了某種硬約束。他繼續戰爭必須要同時兼顧上述漲跌的幅度不能失控。油價漲太猛和股市跌太狠是他在心理上無法承受的，他需要用好消息來安撫市场，而他在美股開盤或盤中耍過幾次花招後，只有更強烈的乾貨信息才能夠起到安撫市場的作用。最後胡錫進老師他說，最新事態還傳遞出這樣的信息，特朗普不僅駕馭不了伊朗的態度，而且他在與市場預期的博弈中處於了弱勢。從周日到周一，伊朗一直沒有面對特朗普炸伊朗電廠的最後通牒眨眼了。這個就是胡錫進老師說了半天，他又繞回來了，覺得伊朗人還是贏了，還是特朗普慫了，好像這個談判是特朗普求着伊朗談的。伊朗一再宣布更為猛烈的報復措施，他們包括炸毀海灣地區的發電廠和石油基礎設施，甚至海水淡化廠等等，這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決絕姿態。胡錫進老師又開始許願了，這胡錫進老師開始對着佛祖許願，說所有分析都認為伊朗絕不可能後退，而一旦特朗普兌現他的最後通牒，炸毀伊朗電廠，伊朗的猛烈報復勢必隨之到來。這胡錫進老師這稍微把他眼睛睜開看一看，這個伊朗人宣稱是真實承諾4什麼第77輪打擊是吧？77輪了，這數都不好數，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算的，一共才25天。已經77輪打擊了，也不要緊，他喜歡誇大多少輪不要緊。問題美國，你給以色列，你給那個中東的阿拉伯國家到底造成多大損失了嗎？到底打擊什麼效果出來了？77輪聽上去很嚇人，放了77個呲花，就這個反擊和報復還能嚇到別人？胡錫進老師忘了霍爾木茲海峽給原油造成的震盪還沒有4年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造成的大。那仗打到現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導致原油的波动早就没有幾個月它就下去了，仗沒有停。所以在胡錫進老師的這個描述下，美國是不堪一擊，渾身都是羊羊肉，隨便挠哪兒它就垮了。在胡錫進老師筆下，在他的宣傳中，那美國就是不堪一擊，就像個大漏勺一樣的四處漏風，搖搖欲墜。你要仔細看看胡錫進老師說的，還有這個國內社交媒體上看的，那簡直是伊朗在單方面吊打美以現在跪地求饒。美國和以色列現在跪地求饒伊斯蘭革命衛队
你就認輸吧，求求你了，你趕緊認輸吧，你再不認輸，我打累了，這沒勁兒了都已經。說特朗普進一步失去對戰爭進程的控制，所以我一直說，在胡錫進老師的理解中，在他的筆下，這個盧提迦拳打鎮關西，那怎麼打都是輸。實際上，胡錫進老師現在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伊朗死死地拖住特朗普，戰爭升級，最終是以特朗普的慘敗告終。但是如果這樣，他的賬戶也受不了，胡錫進老師大腿也呼呼在往出冒血，摁不住，你說怎麼辦？一方面他也希望趕緊的停火，這只要一停火，我這賬戶也回來了，也能賺點錢。所以胡錫進老師現在两難，一邊是要他出血，怎麼辦呢？特朗普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都在捏胡錫进老師的軟肋，你們倆人打就打，老拿胡錫進老師幹啥？所以胡錫進老師有點精神錯亂，從情感上是希望繼續打下去，越激烈越好，讓美國敗的這個越慘越好。但是從現實從賬戶上，他也希望趕緊停火，別打了，再打我這賬戶受不了，所以這叫精神分裂。要不了2天，胡錫進老師恐怕就要失望了，賬戶蒸發的速度會加快。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